彰化八景哦是真出名，也毋过有的风景已经消失了。最近就有在地工作室举办走退活动，要带民众来了解目前八景的转变哦，嘛，互民众来体验家己做彰化风景的明信片。 为彰化出名的八卦山大佛，会当看到全彰化市的景致，甚至是鹿港的港口。过去这是重要的军事基地，定军祭，嘛是彰化八景之一的定祭梦洋。在地版画工作室举办文化体验课，用彰化八景的概念来了解八卦山的演变。就了解到原来八卦山有足多这种文化，然后佮有迄个内河的步道，原来遐就是内河的步道。愈了解八卦山的历史安尼。老师有讲到迄。 北景有无？迄北景有旧的，佮有新的，我感觉这足赞的。以后若是朋友来，我就会当甲因讲，吼，阮以早是啥物，啊，今仔是啥物，啊，会当带因去倒位佚佗。彰化八景当中有2位伫八卦山，另外1位就是风亭坐街。当初的风乐亭经历时代变迁，即阵刷起八卦山文学步道，而且用红文图灯起合作太极亭。地方版画工作室甲彰化八景扩大做彰化八景进行创作，带民众行大古彰化八景，嘛互因体验新彰化八景的版画印刷。这个体验不叫彰化八景。 它叫白景的原因就是每个月都会做一块新的版画，然后版画其实都跟彰化无关，但是这也是我自己透过安尼的方式去认识彰化。版画工作室表示，过去的彰化八景有的已经消失，但是亲像鹿港龙山寺、花坛、迎灯牌、信行车库，嘛拢是真有代表性的彰化景色。工作室目前已经创作30多百个彰化八景版画，未来也继续用版画方式记录彰化历史文化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